是时候计划一下，该出演那场流产的戏了。娘娘，你可真想好了，要是江氏真生了皇子，可就……我现在就是要力保他顺顺利利的生下皇子，谁要是敢坏了他生孩子的大事，我跟谁急？那就等您月事一来，咱们就抱小产。哎呀，这个撒谎的最高境界啊，就是连自己都信了。到时候，只要咱们自己入戏，姬上他不信也得信。把宋太医叫来，我也好久没见他了，跟他叙叙旧。宋太医，娘娘，自从上次你把他暴打了之后，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，已经出家当和尚去了。啊？奴婢还是去把张太医请来吧。去吧去吧。娘娘，鼓掌喳喳，注意点仪态。娘娘不好了！什么不好了？差人呢？我刚刚路过幽兰殿，发现幽兰殿里已经乱成一锅粥了。说是太皇太后知道了幽兰殿的事儿，震怒，已经吩咐嬷嬷带着药去了。什么药啊？那种药，落胎的。你喝了？你怎么就这么着急啊？你再等哥一会儿，哥不就来救你了？你救我？哎呀，我不救你谁救你啊？哎呦，这都憔悴成什么样了？你别再这么假惺惺的了，这没有外人，你装给谁看？我告诉你也无妨，这药我喝与不喝都没什么两样。什么没两样？对我来说完全不一样。虽然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，但孩子没了，我可是最伤心的人。够了，你不要再装了。我现在就告诉你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怀孕，这只不过是我挽留皇上走的一步棋而已。你说什么？你没怀孕？那幅画像的事，本是我想陷害姐姐，即便陷害不成功，我笃定依照姐姐的性格，定会置我于死地。这样一来，皇上就会站在我这一边，你对我百般热情和嘘寒问暖，反而让皇上高看你一眼。我现在已经是无计可施了。你无计可施？你这一假怀孕，我比你更无计可施了。行了行了，别哭了。齐胜不还老来你这儿吗？以后把握机会就是了。我好心劝你啊，男人都是自由的鸟，最烦被束缚。如果你想和你的圣上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以后不要再用这种方式了。太好了，这样的话就省了咱们的事儿了，也不用咱们杀生作孽了。我的宝贝儿，这对我来说算什么好事儿啊？娘娘，江氏她没怀孕，你怎么还失望了呢？江映月生不下孩子，我用什么借口来搞掉齐胜？现在看来，之前的所有计划都无法实施了。娘娘，来日方长，咱们以后再想办法吧。我们先回宫吧，太医已经在那儿候着了。也只能这样了。娘娘脉象稳定，想必这孩子也是极好啊。别装了啊！你就直接跟我说，咱们什么时候把这个孩子拿掉？啊，娘娘，这孩子是真有了啊！小张啊，小张，这个孩子不能有。娘娘，这个孩子可以有。虽然之前臣受张老夫人之托，要称娘娘怀了孩子，但臣上次给娘娘诊脉时，确实发现娘娘有了身孕。那你上次为什么不说？娘娘，臣和您如实说了呀，临走的时候还嘱咐娘娘吃安胎药呢，臣也是如实向皇上禀报的呀。娘娘，别！您确实怀孕了呀！你不能这样！娘娘怀孕了！我跟齐胜根本就没有，我怎么可能啊？难道是3个月前在江府那次？啊！你不要再像个跟屁虫一样烦着我了，好不好？娘娘，您真是太大意了，怎么一直没来月事，自己都没发现呢？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我又没生过
孩子，我怎么知道？阿西爸，那电是年底子好，没有什么害喜的反应。这次在江北遭了那么大的难，都没有动了胎气，说明这孩子是上天对您的眷顾，是命中注定啊！老天爷，你这是找死了玩我呀！娘娘，今天江氏没了孩子，咱们又有了孩子，这真是双喜临门呐！您怎么下地了呀？我是怀孕，又不是瘫痪，干嘛老让我躺着？那新熬好的燕窝粥，您吃2口。这个孩子不能生。一开始朕也这么觉得。既然你也这么觉得，那咱们就趁现在还来得及，赶紧把这个孩子拿掉吧！啊！可当朕知道有了这个孩子的时候，心里竟然很欢喜。可是，这个孩子我生不了。这又是为何？我这些都是为你好啊！这孩子生了会增加张家的势力，为了不让张家的势力过大，这个孩子还是不生为好。孩子和张家之间，朕当然会选择孩子。你是不想和朕共同生养一个孩子？这不是和谁生的问题，而是让我生孩子，我根本就没有那个功能，我接受不了。你可知道，你这话是大逆不道。生儿育女是你的责任，怎么能由你的意愿左右？一定要生吗？啊！你若是敢对这个孩子做什么，朕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朕命你好生休养，不要胡思乱想，听明白了吗？朕命御厨做了你最喜欢吃的榴莲粥，一会儿就送过来。我不想吃榴莲粥，我想吃鸭脖、鸭肠、鸭心、鸭锁骨。我头疼。哎呀！猜猜我是谁？杨艳。没急，一下子就猜到了。除了你还有谁呀？那你猜猜这是什么？桂花糕。啊！不要再提桂花糕3个字了。叫我好人，不用谢。你怎么知道我想吃鸭脖子啊？我平时就喜欢在宫中飞檐走壁，要是知道我心上记挂的某个人有个小小的心愿，我就一定会送去。我就是想问问你，我是不是洗澡、睡觉你都要看？你这是在侮辱我！我有职业操守的，不该看的我绝不会看。我是夜行侠，不是偷窥狂。来，咱俩一起吃。不吃。你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歪心思啊？那不能够，你是皇后，又是9哥心尖上的人，我是喜欢你，但不是那种喜欢。那你说说看，你是喜欢我的模样呢，还是喜欢我的内心啊？我当然喜欢你的内心啊，我可不是那种肤浅之人。那看来你是喜欢男人。鉴定完毕。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就是想着有朝一日我要娶媳妇了，也要娶你这样的，最好也姓张，和你长得一样最好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可是独一无二的，没有双胞胎兄弟。姐姐，难道让我守着你嫁不出去吗？你也到年纪该娶媳妇了哈。哎，我就当一回月了啊，等我回老家，我给你撒么撒么啊。那我就等你去啊。哎，你下次啊，给我带那个周黑鸭的变态的。知道了，这个不够味儿。知道了。有时候朕在想，把你接入宫里，究竟是对还是错？你进了宫，却变得心狠手辣、诡计多端。上次，你用画像仪式要陷害皇后，朕并没有深究，一是念在你一时糊涂，二是皇后嘱咐朕不要为难于你。皇上竟是因为姐姐，才不责罚臣妾的。妾身以为，皇上对我还有情，才会忍耐我的小性子。这已经不是你耍耍小性子那么简单的问题了。你居然谎称怀孕来欺骗朕！皇上因诉皇后那里，妾身心里实在难受，才出此下策。那都是对您的一份爱、一份情才会这么做的。因为爱，你已经被私情迷了心智，做了那么多违背本心之事。你可知道，你现在这般对待自己，已不再惹人怜惜。皇上，你难道感觉不到我对你的爱了吗？你
究竟还要利用这个爱子做多少？